點解韓國底妝可以遮得咁乾淨？程飛去韓國進修化妝，發現同香港平時常見嘅遮瑕方法係完全唔同㗎。睇過咁多男團女團嘅後台化妝，我幾乎冇見過韓國化妝師會用篤篤掃做遮瑕，反而大部分都係用扁平掃。華虹就係其中一個常見嘅選擇。日常護膚要定期去角質，妝前就可以進行濕敷。而家呢一步就係差唔多埋尾，喺上水粉之前呢，我哋就做呢個針對性遮瑕。會見到我啲暗瘡印啊、瑕疵都遮咗少少㗎啦，因為你嘅粉底液都係一定嘅遮瑕度。呢個時候就要細心望自己嘅暗瘡印同埋瑕疵，佢哋係咩顏色？先將橙色膚色遮瑕膏溝埋一齊，再加少少你用緊嘅粉底液。喺新溝出嚟嘅色一定要係偏橙嘅，可以大範圍地覆蓋喺暗瘡印上面。但係咧要薄薄地一層嘅。如果你嘅產品拎得夠少嘅話咧，你支掃係可以好輕易將佢哋推得好薄嘅。會見到大約已經遮咗7成嘅啦。今次我哋需要嘅遮瑕度就係更加高，而且係針對性遮呢啲灰暗位。所以呢一步就淨係拎橙色同埋膚色嘅concealer，唔使再加粉底液，慢慢疊加上去提高遮瑕度。好似呢一點我就慢慢點上去，記得一定要薄上，而且佢係唔會有好突兀嘅邊界感出現嘅。因為呢啲位置嘅皮膚咧已經係凹凸不平噶啦，你再上太厚咧就會好容易睇落好粉感。一厚咧就印一印佢。到咗呢一啲紅腫嘅暗瘡印，就揾佢嘅對比色綠色遮瑕膏，一樣都係拎綠色膚色嘅遮瑕膏同埋頭先用過嘅粉底液3個 mix 埋一齊，已經遮咗9成喎，係咪唔使再遮啦？遮完啦。定妝呢一步都好緊要，我個人超級中意用 Make Up Forever，因為佢係膚色嘛，所以點都會有啲遮瑕度，而且將你粒暗瘡印同埋附近嘅膚色可以均勻埋一齊。完成，只要留言遮瑕就 share 遮瑕膏 product list 俾你。